第19课，10个查某囡仔。耶稣常常去橄榄山祈祷，这个山叫做橄榄山，因为有真侪丛橄榄树伫遐。橄榄山离耶路撒冷无真远。有一天，耶稣坐伫橄榄山的时，伊的学生见我伊讲：“请答阮讲，你过来，甲世界的落花有甚物条头？”耶稣因讲：“恁着谨慎，唔通互人迷惑，因为免有真侪人伫我的名来讲，我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迄时若有人答你讲，你看基督伫遮，还是讲伫遐，唔通互因迷惑，因为免有这个基督起来夹着头，因爱迷惑人，连我竞选的百姓也要迷惑因。所以恁着谨慎，唔通互因迷惑去。恁着被办定，因为恁无打算的时，因主来啦。无人通打算伊甚物时要来，连天顶的天使也毋知，假也家己袂通打算是迄时，只有天父通打算假甚物时会过来。耶稣犹阁坐伫橄榄山讲一个譬喻。天国是亲像10个查某囡仔举因的顶出去领子神竞赛，其中5个公的，5个较聪明的，5个举因的顶无另外带点的油，聪明的举因的顶另外带油伫因的管仔，因当在徛后要领子神竞赛。竞赛延长真久，伊延长到半暝。遐个查某囡仔三问讲。竞赛是安怎延长遮久？因就拢拄久，因拄久到半暝。伫半暝有人真大声地叫讲：竞赛来啦！大家出来领子，唔通阁拄久。遐个底拄久的查某囡仔起来收整因的兵。戆个甲聪明的讲：竞赛延长遮久，阮的兵要花啦，请将恁的油分阮。阮无够油，阮的顶要花啦，恁伫恁的管仔有油。正是聪明的应讲，惊了阮无够油，较好是恁较紧去店里，家己买油才来领去竞赛。因去买油的时，因着延长真久，因为卖油的人在困，因无打算地延长遮久。因在买油的时，竞赛到。遐个被办定的，甲伊入婚姻的因舍，门就关。然后其余个查某囡仔也来讲：主啊，主啊，答阮开门。若是伊应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我毋捌恁，恁袂通入婚姻的因舍。耶稣就甲伊的学生讲：恁着留伫，恁毋知迄日迄时。因主无一定甚物时要来，